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总属主上帝。伊将地建立伫海面，安置伫水顶面。啥人会就上帝圣山，徛伊圣的所在，清气的手，清洁心肝，诚实是主所爱。心无虚假，无藏奸诈。这人主要赐福，搁对上帝得到恩惠，因是找主民族。所以这足清楚，咱是主的囝子，咱要用这个歌词来保罗上帝，互咱听琴来弹一遍。第二首真仙吼，我做基督兵丁，这是牧师讲道煞要来回应。今仔牧师讲道的题目是，你爱我，替你做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句话是今仔的经文，耶稣看到这个巴底麦。2000年，伊足望见到救主来甲医治，应该拢有听到足侪事业，所以主就讲：你爱我，为你做什么？所以伊就得到看。我感觉即句话对全世界影响真大。即句话是咱服务业，全世界服务业拢得用的话，服务人员拢会讲。What can I do for you？ 就你爱我替你做什么？所以，伫咱的服务业，即摆拢有迄落5星级的饭店，坐飞机、坐火车、高铁，拢有迄个商务舱，无共款的服务，无共款的价钱。所以，遮尔大的服务业的教主，就是咱的救主主耶稣即句话影响。服侍人，服侍上帝，服侍是有价值的。服侍是会当换钱，但是咱的主耶稣是咱最好的朋友，伊将伊的性命，互咱为着咱的罪替咱死，伊即个价值是互咱是免费，咱只有悔改认罪信主耶稣，咱就成做基督的精兵，所以咱就会当。来回应主耶稣对咱的听，我想即个歌词对咱有足好的勉励。共款主耶稣问咱讲，问咱每一个人即摆坐喺遮，你爱我为你做甚物？我相信咱拢希望讲主，你的神甲我相合比例，互我有气力，会当成做基督的兵丁，会当做基督的学生。会当做救主的干净，所以咱希望咱信赖
会当成做平等向前的平等，会当成做做好的学生，会当去做干净。哦，这是咱上好的回忆。互咱这首诗的迄个歌曲，咱真熟，但歌词希望咱会当唱，搁会当咱照咱的心，咱用咱的行为来甲表现出，互咱做伙来读歌词。对第1节到第3节，第1节来，我做基督平等，着好胆进前，机械着上修正，困琴无爱用，诗曲甲歹三种，毋通失警醒。求主赞我勇猛，互我为得胜。求主施大权能。看我无时平，求主带我向前，到永活天庭。我做基督学生，着有好品行，时常困读圣经，道理就渐明。心思鼓动端正，哪手也光灯。求主赞我一生，遵探主命令。求主施大权能，看我无时停。求主带我向前，到永活天庭。我做救主干净，着好胆向前。我靠圣神在灵，赞我心坚定。抱团救赎温情。带侪人归成，求主赞我签名，互我为得胜。求主施大权能，看我无时停。求主带我向前，到永远天庭。互咱望咱祈祷咱会当亲像主耶稣同款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的厝的人，也是亲情朋友、好朋友，也是咧职场的同事。伊拢看到咱会当真欢喜讲，我会当为你做甚物？因有需要，咱就会当欢喜来服侍因，拢免钱，免费服务。来，咱做伙来唱这个圣诗。我对你都平等，有何他精粹？你还有长时间，困倦我爱人，是天高派撒进，他是天神，救主赞我永远，后我为你神，救主是大关联，看我不是天，救主在我永远，高因我天天，我最基督还是有何偏袒？是上困他圣经，道理就站立，心思不动断情，那手加更定，救主赞我一生，尊看主命令，救主是大关联，看我不是天，救主在我永远，高因我天命。我最救主干净，有他胸襟，我靠信心在灵，在我心坚定，不断救赎
请安静，当心来敬拜上帝，走吧。我知你万事拢会，你的旨意拢袂阻挡的。即个无知来抗捌所议论的是一锤啊！所以我有讲出我所无明的，就是我所想袂出的奇妙，我所毋知。求你听，我要讲，我问你，恁应我。我前耳孔听见你，打我目睭看见你。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203首，203首，请起立。
即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生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里来着历代受苦，是一个死埋葬亡父。第三日对死来着国外上天，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搁广东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大家用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、19节到22节来应答上帝的话。我要时时学乐上主。我的心神要因为上主来夸口。恁甲我着学乐上主最大。我捌求上主，伊就应我。因抬头看伊，就得到光明。即个困苦的人求救。上主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的四围作赢。恁着试看，就知上主是好。义人有侪苦难，保全伊拢总的骨。罪恶要害死歹人。上主救赎伊的奴仆的身魂。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阮的阿爸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通过你的圣手的作为，赏赐阮人类生存伫即个宝岛。你互日月天成运行，将高山变作海洋，将大海变作培地。你将春夏秋冬的水赏赐互阮。阮今仔日搁一遍来到圣殿敬拜你。阮伫过去的年日有得罪你，甲得罪人，求你赦免阮的罪，互阮以后会当设立阮的言行举止，袂搁得罪你甲人。阮透过你赎罪恩典来得到赦免，因为主赐互阮活命、真理甲道路，互阮安尼诚做你的囝儿，即个福气是你赏赐互阮。伫阮每一日平凡的生活中，愿在恁拢甲阮伫地，无论是忧伤还是喜乐，阮的教会、社会、国家，拢需要仰望你，需要主你的引带。求你互阮的牧者透过圣经的教导，互阮的灵命成长，因为安尼努力读圣经甲祈祷，传福音，引带侪的人来明白你，荣耀你的圣尊名。互阮的社会有你的得救甲带领，行伫健康、喜乐、平安，有主你的恩典满满。互阮的国家有平安，有充裕的发展，袂惊歹人恶毒的恐吓侵略，因为阮知有你的保护带领。主啊，你永远是阮的倚靠，是阮性命的根基。无论正有好歹，拢有主的保护，有你带路，互阮安然自在，心灵有真实的平安，互阮的信仰甲你有结连，愈来愈坚固。阮也要因为你的请头祝福，阮搁较努力遵守你的诫命，认真普天的去传福音，尽阮的使命。阮也要为着教会建堂来祈祷。求你赐互阮有同心、有智慧，面对所有的艰难。
阮所有的愿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你引带甲带领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习惯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因讲。
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22节，伫台语和日本圣经53页。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节。因到耶利哥，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群人出耶利哥的时，有底麦的囝巴底麦，就是市民最起食的，坐伫路边。已经听见是拿撒勒耶稣，就哀求讲：大伯的父的耶稣，可怜我！侪人即比伊，甲伊竞争。若是伊一发大声哀求讲：大伯的父的啊，可怜我！耶稣听卡讲，叫伊来，就叫市民人甲伊讲：按你的心起来，伊在叫你啊！伊就放下伊的衫，跳起来去就近耶稣。耶稣应伊讲：爱我，甲你做啥物？市民人甲伊讲：廖伯尼，我爱得着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去啊，你的信有救你啦！伊两边得着看见，就伫路里对耶稣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：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那今仔日耶稣问你：你爱我，甲你做啥物？你会安怎回应？我想每一个人拢会为着家己的需要在求。可能有的人是求身躯健康，有的人会求财富，有的人会求好的学校，也是食头路，也是有的人会求上帝来为着伊主持公道。咱拢望主会当满足我内心上渴慕的迄个需求，就亲像今仔日共一章的经文出现的迄两位学生。这两个学生是雅各甲约翰，因伫甲耶稣同行往耶路撒冷，耶稣伫要受死的路里，甲耶稣提出安尼的要求：先生啊，既然阮对你所求的，求你甲阮行医。因耶稣问因讲：爱我，甲恁行什么？因回答：准阮伫你的阳光，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。耶稣非常明白，这两个人是在求看会见的一关系地位，并且这两个人是偷偷啊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要争迄个比其他学生搁较悬的地位。但是耶稣挑战因：我所啉的杯，恁会啉吗？我所受的水，恁会受吗？耶稣的杯是什么杯？就是耶稣即抓去耶路撒冷，是要互出卖，甚至互判死刑的苦难的杯。耶稣的洗礼是什么款的洗礼？就是伊会伫耶路撒冷互掠、互鞭拍，最后互钉伫十字架顶。互四周围的人，特别是遐的宗教领袖罗马人，伫遐受因的讥刺，伫遐受因的侮辱，最后死伫十字架顶。耶稣的洗礼是苦难的洗礼。所以这两个学生，敢真正亲像因家己所讲的，会当去承受安尼的杯甲安尼的洗礼。同款，咱伫往耶稣求的，嘛定定是咱毋知影。无适当的求，就亲像囡仔在往老爸老母求，但是老爸老母认为恁的要求实在是无合理，也毋是恁即个年龄应该做的代志的时，爸母会害头讲：哎，恁实在毋知影恁是咧讲啥物。毋过咱毋管啦，囡仔毋管啦，就是生要爱。我会当，我知影。但是这物件，敢真正是会当承受的咧？咱无法度明白，但是生养咱的父母知影，创造咱的上帝搁较知影，咱往伊所求的，敢真正适当。所以伫即段正最大的经文内面，耶稣嘛趁机会教示伊学生，毋通想要正大，反倒爱做正人的奴仆。毋过非常奇妙的是，伫即段耶稣教示学生的记载了后，就缀伫出现今仔日即段耶稣伫耶利哥城医治巴底买的经文。
咱若将两段经文放做伙来看，会发现因有一个共款的所在，就是耶稣两个学生也巴底买问共一个问题：爱我家己做甚物？安尼一个安排，互咱看出，伫某一种程度顶面，耶稣看伊学生，甲看巴底买是共款的。巴底买伊确实是一个痴迷的人，所以伊互家庭、互社会所弃杀。伊只有坐伫牢里，甲人求讨，才会当过生活。但是这个学生咧，因有目睭，但是敢若比巴底买搁较痴迷，因为因看较看袂见。已经缀耶稣3年久，不但无明白耶稣的教示，搁伫即种真关键的时刻，伫遐正想要做大。反转看巴底买，虽然伊的目睭看袂见，但是伊的心较知影耶稣就是迄个代笔的护卫。这段经文一开始是讲，这件代志发生伫耶利哥城。耶利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。因为当地住有超过2万个伫圣殿服侍的祭司甲利未人，所以当这个人听见这个背骨的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，就拢活来，想要看讲这个耶稣到底有啥物本事，竟然会当颠覆当时的宗教甲社会。但是嘛有另外一群人。因刻得要来正要看，要来赢指即个耶稣的遮个人，因为哇，即个耶稣来啊呢，伊要带咱拍败罗马人，建立犹太人荣光的国度。所以另外一群人，因是政治上的期待。但是就伫即大群人的中间，有一个人非常的无共款，伊毋是来看闹热的，也毋是来找麻烦的。伊坐伫路边，伊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嚎叫讲：代笔的护卫耶稣，可怜我！咱毋知影即个叫做底买的后生巴底买是甚物款的人，咱嘛毋知影为虾米伊会痴迷。咱唯一会当知影的就是，伊听过耶稣即号人物，伊听过耶稣做过的代志。伊嘛认定耶稣会医好伊的目睭，所以听到耶稣来，伊伫遐大声嚎叫讲：代笔的护卫耶稣，可怜我！望望会当伫迄个真闹热、真吵闹的街路，会当引起耶稣的注意。而且咱看见出现2个对耶稣的称呼，一个是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这个名伫当时非常的普遍。所以伫遮有特别讲对拿撒勒来，除了是辨别耶稣的身份，嘛证明耶稣确实是活伫世间，甲咱共款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毋是一个影仔尔。另外一个称呼是对巴底买喙出来的代笔的护卫。代笔的护卫是犹太人对弥赛亚专门的称呼。伫以赛亚书第9章6节到第7节，咱真熟的经文有讲，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，和平的人君。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，就是伫代笔的宝座甲伊的国，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。对打到永远，咱看见犹太人因期待即个代笔的护卫，也就是即个弥赛亚，会当施行拯救，会当来救因，来除去罗马人对罗马人来的安尼统治甲艰苦。但是这识读律法，知影先知预言的这犹太人，甚至耶稣的这学生。较拢毋相信，因所看见耶稣就是弥赛亚。毋过，即个痴迷的巴底买伊看见啊，伊知影耶稣就是上帝所应允、先知所预言迄个要来的拯救者。
所以咱看见巴底麦，伊除了知影，伊看见耶稣真实的身份，另外一方面，伊嘛看见家己可怜的所在。你会讲一个青面的乞食，什么上可怜的？表面上有两种的可怜，一个是丧乡，因为丧乡所以做乞食；但是另外一个是青面，目睭看袂见，只有坐伫路边，无法度家己来行动。但是巴底麦知影，伊青面的问题若得到解决时，伊丧乡的问题嘛得到解决。所以巴底麦明白上根源的问题一道。所以当耶稣问伊讲：“爱我甲你做甚物？”巴底麦无讲：“互我钱，互我物件食。”伊看见家己上可怜的所在，就是伊的青面。伊知影伊需要看见。兄弟姊妹，这互咱来思考，咱敢知影家己上可怜、上需要互耶稣帮赞的迄个问题是甚物？非常可怜的是，真侪人毋知影家己是有问题。袂啦，我真好，我拢有来教会，我生活大小事嘛真顺利，哪有啥物问题咧？咱受这外在条件影响来看家己到底是毋是有问题。所以咱求的拢甲世间人共款，主啊，互我的病得到医好，互我趁大钱，互我所有的代志拢非常的顺利。但是咱敢真正看见家己上需要迄个真实的迄个需要，也是咱亲像迄两个学生，根本毋知影家己是咧求甚物，知影家己爱求甚物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伫旧约士师记11章有记载安尼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叫做亚弗他，上帝呼召伊来带以色列人去拍当时的亚捫人。亚弗他为着要拍赢，甲上帝做安尼祈祷，伊讲：你若将亚捫人交伫我的手，我对亚捫人遐平安倒来时，既若对我的厝的门出来迎接我的，要归伫上主，我要献伊做烧祭。也有他受当时迦南宗教的影响，就是献人做祭。伊毋望用安尼来讹诈上帝，互伊会当拍赢。伊忽略是上帝呼召伊，是上帝气力，互伊要来拍赢亚捫人。但是伊做安尼祈祷，伊伫做安尼祈求的时，伊的内心一定是伫想：哎呀，当我倒来时，一定是我的奴仆紧来赶我的行李，甲我洗骹。哎呀，一个奴仆的性命毋值钱，献做祭物拄拄好。但是结果是安怎？第一个出来迎接伊的是伊的查某囝。亚弗他照伊家己内心的在祈祷，结果是啥？是一个悲剧。最近我有读一本册，是灵修大师毕德生的《不情愿的呼召》。伊伫内面有提出一段话，伊讲有真侪方法，互人会当追求宗教，但是毋免降服伫耶稣的主权。这个方法咱拢真熟。咱活伫一个拜金牛的国家，虽然咱有真悬的宗教的情感，但是甲西奈山的宣告、甲加勒山的成就，较无任何的关系。西奈山所讲的就是10条诫律法，加勒山讲的就是耶稣的救赎甲恩典。咱拢知影真侪方法，但是真正的咱咧。甲这较无完全任何关系。伊佫继续讲，每一个人对上帝确实有安尼愿望，这个愿望非常的深沉，非常歹互满足。但是咱中间较无任何一个人真正想要来就近上帝，咱敢若想要成做家己的上帝，然后看咱身躯边敢有其他的神会当伫安尼事的顶面，甲咱来斗相共。自咱真细汉的时，咱就互训练成做上厉害的消费者，知影什么甲会当是咱上悬的生活水准。
当我看到这段文字，我发现我毋免去讲什么。这段文字会当成做咱今仔日第一段真适当的一个结论。咱看见巴底买，伊知影家己的问题，伊知影伊的问题毋是迄个送香做乞食的问题，毋是迄个表面的问题，伊知影伊需要互医治，是伊的生命的问题。所以伊伫遐迫切求耶稣，引起耶稣的注意，毋管大家伫安怎看伊，伊伫遐大声喊：代笔的囝，代笔的囝孙，上耶稣啊，求你可怜我，求耶稣帮助伊。兄弟姊妹，咱敢知影咱真正的问题是甚物？咱敢知影咱真正需要稳定的迄个所在伫倒位？因为当咱知影，咱一定会亲像巴底买共款，非常迫切想要去掠掉迄个会当解决我问题的机会，别人安怎挡你嘛挡袂掉，绝对袂亲像现在的人共款，无小无冷，无要无紧。所以当咱看袂清楚家己的问题，也是感觉讲我家己完全无问题时，那现在耶稣徛伫你的面头前，你嘛无动于衷。但是咱看巴底买，伊非常清楚家己的问题，所以伊知影机会来啊！伊伫遐大声叫：代笔的好的耶稣可怜我！但是伊互禁声，哇！伫伊四周围满满拢是遐对宗教有研究的人。满满拢是对耶稣有政治期待的民众，一个青面的乞食，哎呀，你闪边啊，莫挡路，这毋是你来讨钱的所在。但是巴底买无因为人会主动停止，伊一发大声吼叫讲：代笔的好的啊，可怜我！一发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。巴底买对耶稣的人物毋是非常的深刻，但是伊知影家己的需要，伊相信耶稣会当帮助伊，亲像伊捌听过，互耶稣医好的迄老12年的妇人人，伊嘛听过迄个歹骹，但是耶稣互伊起来行路的迄个人的见证。也是迄个倒伫毕士大水池边啊，伫遐等待新热的迄个变水，后来耶稣互伊起来，伊听过遮个人的故事，才会互巴底买充满热情，充满愿望。巴底买喊话，互咱真侪启示。巴底买伊是一个敢若听过耶稣代志的人。但是，伊产生的信心，较超过军队耶稣3年久的学生，甚至嘛超越咱。伊的心无痴迷呢，伊非常清楚，伊若失去这摆的机会，伊的人生就会永远伫迄个黑暗可怜的世界内面。所以，虽然人阻挡伊，但是伊无放弃，要不断大声伫遐喊话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祈祷咧。咱敢也一发祈求，一发祈求，毋是讲咱伫遐来大声伫遐喊。一发的祈求是讲，咱敢带着热情，充满期待，任何人拢无法度主动的迄种迫切的祈祷咧。毋过有当时啊，袂当否认的就是。当咱看袂到咱祈祷的代志成就的时，咱的心可能会哪来哪冷，会冷，这就是种魔鬼的诡计。魔鬼拼命要来阻挡咱的祈祷来到上帝面前，伊可能用你过去所受的神学教育、你的经验、你的理性来阻挡你，互你认为无可能啦。魔鬼想尽办法要来消灭咱的热情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当你心冷的时，你已经中着魔鬼的诡计。但是
咱真正是安尼，祈祷无成就，祈祷无成就，咱的心哪来哪冷。即时的咱千万毋通停止祈祷。虽然咱艰苦到毋知影安怎开喙，毋知要讲啥物话，但是会记得即句话，就是伫罗马书8章26节。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，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，独独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伫咱软弱无气力的时，上帝犹原甲咱同在，所以咱爱不断祈求，无留芳和魔鬼有机会入来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当然，咱要安怎祈祷，这是另外一个课题。但是，大心咱会当提醒的是咱祈祷的态度，因为对巴底麦咱会当看见，伊互耶稣听见的，毋是伊的神学，毋是伊迄个真水的祈祷的内容，伊互耶稣听见的是伊的热情甲伊的迫切。所以耶稣停落来，因为耶稣对伫热心求讨的人有讲。求就要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因为既然求的得着，找拄着，拍门的就甲恁开。恁中间有甚物人，伊的囝甲伊讨饼，兼要用石头互伊，也是要治鱼，兼要用蛇互伊。恁遮的虽然歹，抑佫会晓用好米互恁的囝儿，好放恁伫天里的爸。兼无要用好米互求讨伊的人吗？耶稣讲：“我会回应恁的祈祷。”巴底麦伫遐热切的喊话，咱看见耶稣伊听见啊！耶稣停落来讲：“叫伊来。”耶稣无为着这祭司利未人停落来，耶稣无为着这其他伊作王的人停落来。耶稣是为着一个痴迷、互排得的人停落来。兄弟姊妹，巴底麦掠着这个机会，迫切祈求，因为伊知影这是伊一生唯一的一摆的机会。但是咱敢也掠着机会来回应上帝？无论是对付咱家己的罪，也是去掠着上帝的怜悯，也是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咱敢有掠着这个机会？有时伫邀请兄弟姊妹服侍，拢会听见。等我以后较有时间，我才来服侍，反正拢有机会。但是咱中间无一个人会当知影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代志，咱哪有法度会当把握未来10年、20年咱这日子咧？特别伫咱的身躯渐渐衰微，到时机会若来，咱敢有气力要会当去掠着咧？所以巴底麦伊是掠着安尼的机会，伊跳起来。当伊听见耶稣甲伊讲叫伊过来时，巴底麦放下伊的衫，跳起来去就近耶稣。衫换衫是一个乞者上宝贵的财产，因为这个衫不但会当互伊穿烧，并且伊会当铺伫涂骹，倒伫遐困。但是当伊听见耶稣叫伊过去，伊想嘛无想，将伊的外衫掸落去，跳起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掸掉伊所有的，这表示伊完全相信耶稣，并且伊准备好势，要放落过去，迎接性命的改变。耶稣问伊：“我爱我甲你做甚物？”耶稣的问题敢若是假问的，巴底麦非常明显是一个痴迷的。但是耶稣提出安尼的问题，是要互巴底麦一个更较明确会当表达伊信心的机会，互伊更较明白到底伊内心上想要爱是甚物。伫巴底麦回应内面，伊称呼耶稣拉波尼，意思是我的主，我的老师。这互咱看出巴底麦伊对耶稣是真正尊敬，甲真正非常有信心，所以伊非常明确讲出伊的需要，我爱得到看见。巴底麦的信心不但帮助伊突破伊生命的困境，
也互伊伫困境内面，搁较倚近耶稣，得到耶稣的怜悯。所以咱看见耶稣直接回应伊的祈求：“去啊，你的信有救你啦！”当耶稣讲完，巴底买目睭马上就看见。咱伫即个医治的行动内面，咱看见耶稣伊无摕任何物件，耶稣无举行任何仪式，但是耶稣的话有特别凸显即个巴底买的信心。这甲咱看马可福音内面其他医治的故事拢同款。伫马可福音的记载内面，耶稣特别强调信心伫医治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巴底买对耶稣的信心，互伊的目睭得到光明，互伊性命得到救赎。但是，我认为这段经文上宝贵的所在，就是伫结尾。当巴底买两边得到看见，就伫路里缀耶稣。这段经文，咱嘛会当伫路加福音看见。路加福音搁较描写出即个巴底买伊的欢喜。路加福音是写讲，伊两边得到看见，就缀耶稣归荣光互上帝。咱会当想象迄个画面，巴底买目睭一恢复光明，伊欢喜甲跳起来，不断感谢上帝，归荣光互上帝。但是毋是安尼就结束哦。巴底买虽然是一个乞食，但是伊有感谢的心。伊嘛知影伊的后半段的人生应该爱做什么代志啊？所以伊无去趁钱，伊嘛无去实践伊的梦想。巴底买伊踏出即个信心的脚步，伊来跟缀耶稣。看见巴底买的行动，真正互我足感动的。因为耶稣即抓去，毋是去领奖，耶稣是去受死。所以巴底买决定嘛，绝对毋是一个有前途的决定。我想咱无人会选择安尼一个决定。但是巴底买伊伫经历稳定了后，伊用感谢的心来回应。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绝对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但是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，勇敢回应，绝对会当扩大咱的眼光，扩大咱对上帝的认捌。巴底买勇敢的脚步，互伊无过是一个屈伫耶利哥城的人，互伊毋是一个乞食的人尔。伫伊一路跟缀耶稣了后，看见耶稣互顶是一个，看见耶稣搁活，我相信巴底买伊的眼光无搁共款啊。伊规个性命互耶稣确定。虽然圣经无甲咱讲巴底买了后伊做啥物款的代志，但是我相信伊亲身经历甲耶稣的相拄，互耶稣改变的即个见证，一定是不断对伊的喙来流传出去，不断来成做见证。兄弟姊妹，2000年前巴底买的行动，也好亲像伫向咱提出一个挑战。等一下咱要念的诗歌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歌。伫500年前，这个信徒因坐伫礼拜堂，因听因无法度理解的拉丁文，因嘛无法度来读圣经，所以最后因成做教廷教皇欺骗的对象。但是今仔日咱会当读圣经，今仔日咱有各种语言的讲道，但是咱的性命敢会当勇敢来踏出安尼的脚步？所以咱家己阁想一届，今仔日会讲到一头前，我问大家问讲，耶稣若问你讲，你爱我，甲你做甚物事？你可能有百种的答案，因为迄是你内心上需要的即个问题。但是伫现在，如果耶稣阁问你，你爱我为你做甚物？你要求甚物咧？无论你求甚物，嘛咱的祈祷内面，拢会当求主，互我会当看见，互我会当继续伫即个人生的路途中间来跟缀耶稣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恳求你帮助阮，
阮诚做基督徒久久，总是阮亲像即个青面的巴蒂麦。主，阮的性命伫黑暗、伫绝望的中间，总是主，阮也恳求你，互阮亲像巴蒂麦，互阮有信心。当阮拄着耶稣的时，阮知迄是阮唯一的一摆的机会，阮要掠牢即个机会，求耶稣救赎阮。主，恳求你帮咱，也互阮踏出勇敢的脚步，互阮透过圣经，互阮透过敬拜，互阮透过逐样的聚会分享。互阮搁较明白你，互阮搁较会当彼此激励来行天路。主，恳求你伫阮的中间扶持阮、赏赐阮快乐。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做伙来读2遍。所以，凡若对伊就近上帝的人，伊会救伊到完全，因为伊长活来替因祈求。希伯来书7章25节。所以，凡若对伊就近上帝的人，伊会救伊到完全，因为伊长活来替因祈求。希伯来书7章25节。早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50首，圣诗550首，请起立。奉献，请林中正长老、蔡淑芬长老、徐公武长老、贾秀娜执事、詹其用执事、徐淑新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第3点，教会大厅新暑假圣诞特刊每一份50块，要订的兄弟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，登记到今仔日为止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往中级订正。周间聚会到下章4天事奉册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伫遮来介绍南港教会蔡上志长老伊所写的册，吼，伊是咱常年团契甲常年大学真爱请的老师，又写一本册，伫旅途中间来拄着礼拜堂，吼，伫遮有介绍真侪礼拜堂，一本300块，然后意爱等下会当来甲我摕。好，咱即是咱来公道，咱来为着真侪兄弟姊妹，咱的事工，吼，咱的世界来祈祷。好，咱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宣教师来祈祷。好，我想咱特别为着世界有真侪难民来祈祷。吼，即礼拜我看一个纪录片，我感觉足艰苦的，世界足侪难民吼，遮囡仔，所以咱恳求主的怜悯，也帮助遮执政者，互因会当有良心，会当看见人民的需要。那么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主怜悯咱的台湾，也为着各地宣教师，特别伫战乱所在的遮宣教师，也是对基督教非常敌对的遮宣教。遮个所在，吼，恳求主保守遮个宣教师，嘛为着咱的事工来祈祷，互咱有真侪事工。我想咱嘛特别为着拜六暗时，咱有一个心灵咖啡角落的事工来祈祷，吼，伫拜六吼，郭路德兄弟会伫门骹口，吼，伫遐来招待大家来啉咖啡。咱都真侪人吼，毋是真侪人，就是有人因就会入来教会吼，有的人是来，较侪人是来借便所。嘿，嘛有人因是就是入来吼，真好奇种这内底是咧做啥物吼，嘛有人来问讲，咱会当同工会当替伊的某一件代志祈祷，吼，所以这个摊位细细啊吼，毋过伊开始来延伸到四周围安尼摊位，伊岁分节伊就替四周围的这个摊位。来拍影片来介绍因，所以互因甲教会拢有结连。所以我想咱特别爱为着安尼事工来祈祷，吼嘛，望兄弟姊妹，恁若意爱，嘛会当来轮流做志工，吼咱真久甲轮一届吼，但是真有意思，所以邀请大家来参与。那么为着咱伫校园、咱伫公园的遮事工来祈祷，好，咱嘛为着欢迎的姊妹少宇，嘛为着。身躯欠仔的兄弟姊妹，咱为着幼春节来祈祷，互伊的身躯非常的无爽快，要开刀，互咱恳求主为着伊安排。那么为着放梅节、秋玉节、丁友乡、林水长老、赵龙乡、明珠节、白长老娘、阿卡节、道明乡、顺兴兄张老师、公基节、陈其雄长老、以礼素梅节、明理节、阿菊节、各位兄，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集体来祈祷。主，我们为着阮兄弟姊妹。主，恳求你的怜悯听头，主，我兄弟姊妹里面他中间有忘记掉你，特别恳求你加添信心，互因无因为白听来离开来死。主，恳求你引出因甲因的厝内人，主，我也要为着怀念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少女，互伊拢平安。为着阮国以外事工，无论是阮建堂的事工，也是阮遮个社区的事工，主啊，也是教会内部的事工，恳求主你拢引出大领。我也为着阮的宣教师来祈祷，伫战乱中间，遮个宣教师伫真
对着基督教遮个宣告的所在宣告书，恳求你的怜悯帮助享受的快乐，也看顾阮的台湾甲世界，主啊，这个今晚恳求你的怜悯，恳求你的听从。主啊，有时阮伫你面前的祈祷，主是阮家己的心所意爱，毋是你所欢喜的，就恳求你来调整，也互阮会当调换你所欢喜的旨意来祈祷。总是主，阮非常的软弱，阮看见即个世界的需要，真侪难民，真侪人活伫真痛苦的中间。主恳求你的拯救，你的怜悯，也保守遮的执政者，互因真正有对你来的良心的提醒，互因会当看见人民的需要。阮也为着阮即片土地来祈祷，主恳求你帮助阮中间遮少数基督徒，互阮会当踏出信心的脚步，往阮四周围要袂认捌你，要袂看见你，也是伫阮的四周围已经认捌你。是基督徒，总是真久无转来到你面前的人，互阮会当勇敢提出安尼的挑战，甲邀请。主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有勇气。阮也为着真侪宣教师来祈祷，伫战乱中间，伫敌对基督教的遮国家的中间，遮宣教师的做工，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因，甲因全家的性命，也互因所做的工程，虽然是真微细，总是一亲像一粒种子，开始有愿望来长大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教会的事工来祈祷。无论是阮的建堂的事工，也是阮遮的宣教、教育的事工、敬拜的事工，恳求你拢帮衬，互阮搁较认捌你，也互阮会当勇敢踏出去，互阮伫宣教的事工，无论伫公园、伫学校、伫教会遮的新的事工，恳求你拢使用阮，互阮勇敢来为着你来传扬福音。主也恳求你保守帮衬阮的兄弟姊妹。阮的姊妹少女的怀孕过程，恳求你看顾。阮也为着真侪厝里有细囝的遮家庭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的父母，互因会当有健康的身躯，互因有智慧，按照上帝你的旨意来教示因的囝儿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帮衬。幼春节你等待手术，恳求你保守帮衬，互伊会当得到好的治疗。也做做兄弟姊妹你处理疗养的，恳求上帝你也加添互因有快乐，也帮助因厝内人伫陪伴的时，也会当阁有较侪的疼心，会当来扶持支持因的遮的厝内的人。主，恳求你看顾保守阮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的脚步，互阮无论伫阮的工作，也是阮的学业、阮家庭的生活、阮甲别人的直接，拢会当行出你所欢喜的旨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386首，圣诗386首，因时后请牧师教导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